那等一下就是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向主来敬拜，圣哉，圣哉，圣哉。神在，神在，神。
子与圣灵。接下来这首诗歌，季后朋友就是耶稣。这首也是在圣诗里面有的诗歌，它里面的歌词写的真的很贴近我们的生活。就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会想到耶稣；那我们遇到开心的事情，会不会跟耶稣来祷告，跟耶稣来分享，跟朋友一样？那我们来一起唱这首《季后朋友就是耶稣》第1节跟第2节。季后朋友就是耶稣，担得罪过甲烦恼，真正咱有大大福气，万事拢通对伊通，心肝常常失落悲啊，斗斗赶路艰苦事。节，咸菜拄着油温试炼，啊是什么大烦恼？你敢唔通常常失志，就将大项来祈祷。假有朋友到这真。再来一次，季后朋友就是耶稣，担得罪过甲烦恼，真正咱有大大福气，万事拢通对伊通，心肝常常失落平安，斗斗赶路艰苦事，这是对咱袂有痴心，袂有放心交托主。接下来，我邀请各位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闭上眼睛，然后将这首诗歌当成我们在聚会前的祷告，仔细的想这首歌的歌词，是不是在过去的生活，或者是接下来要过的生活、工作、家庭，或者是在自己身上，有没有试着把自己的困难交托给主耶稣？当我们很失落的时候，有没有试着跟上帝祷告，跟上帝分享我们自己困难的地方，试着讲出来，上帝都会听。接下来我们用慢的来唱这首诗歌第1节。会背的就将眼睛闭起来，一起来唱。季后朋友就是耶稣，季后朋友就是耶稣，担
得罪我甲烦恼。真正人有大大福气，万事拢通对伊讨。心肝常常失落边啊，斗斗肝愈甘苦事，这是对咱袂有信心，袂有放心交托主。让我们安静心来今天的聚会。恁着学乐耶和华，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恶，伊的慈爱永远伫咧。请咱来吟诗学乐上帝，信诗第480首，信诗第480首，世界属主正朋友。世界属主正朋友，大家三牵手，同心野外来领受十架的亲求，仰望建设上帝国，做咱大目标，拼刻主耶稣道路向前来跑走，请起立，因转手。
请坐。咱来用新的界面来告别阮的信仰。伫咧周报第9面，新的界面，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即个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项是亲像讲。要扎根。第二条是当分头，我用心改变互你，请咱来做伙启应，启应文第66篇，启应文第66篇。我是阿尼华甲阿米加。将长袍洗穿开，遐个人真有福气。遐个狗类行邪术，淫乱的，害死人的，拜偶像的。我耶稣已经找我的天使。我是大臂的冠，是伊的后裔。正神甲新娘拢讲来，喙焦的人就来。为着这个事做尽必为来讲。阿门，主耶稣，请来。请来吟诗阿罗上帝信诗第1首。信在，信在，信在。信在，信在，信在，即信大主宰。信在，信在，信在，独一信主宰。上主毋是受造，伊无始无终，永远掌权治理，至权受尊崇。请起立，咱来吟全首。
请坐。咱来同心压头来祈祷。全能永活的上帝，天地主，万物是个好事，好命的源头。阮感谢你，阮为着你的疼叹，想出逐项的恩惠，感谢你。为着你，每工守事，互阮这世间的运处，阮感谢你。为着你对阮的保护，阮感谢你。搁为着你袂会失落的信息，感谢。总有其中，阮感谢你。你就是道成囝，阮的救主耶稣基督。伫个感恩节，咱拢会食到足侪好物。伫个感谢的同时，阮拢知你永远拢徛伫阮的边仔，逐项事拢甲阮保守。阮为着你切切的信心，感谢你，为着伊伫教会阮的心内恩惠的工作，为着永远活命来感谢你。求你用你的疼充满我，互阮献阮本身活的价是信，是你所欢喜的。奉阮的主耶稣基督，阿门。咱来看一节圣经，记载伫咧旧约诗篇132篇第一节到18节。诗篇132篇第一节到18节。第一节，耶和华啊，代彼所受的一切苦难，求你纪念伊。伊怎样对耶和华咒詛，对雅各的大全人的下愿，讲我的确牧伫我的家的宝盘，也无像我的眠床。我无永远我目睭困去，也无永远我的目睭皮下我。听候我为着耶和华找的所在，为雅各的大全人找着徛起的所在。看，阮听见约柜伫个以法他，阮伫树林的田拄着伊，阮要入伊徛起的所在，阮要拜着伊的骹踏以前。耶和华啊，求你起来，
你甲你的溃内的约柜三角立你休困的所在。愿你的祭司亲公义做衫，愿你的圣的百姓出欢喜的声。第10节，求你因为你的奴仆大悲的缘故，袂得去杀你受抹油的。耶和华用真实对大悲咒詛，的确无反复，讲：我要互你所生的，坐伫你的宝座。你的囝若受我的约，甲我要教示因的法度，因的子孙要永远坐伫你的宝座。因为耶和华有结示安，爱用伊做本身徛起的所在，讲这是我永远休困的所在。我要踮伫遮，因为是我所喜爱的。我要互伊的每娘丰盛，我要用食物互伊的送行人教业。我要互伊的祭司穿救恩的衫，救恩的衫，互伊的百姓要出大欢喜的声。我要互大悲的摕教业发生。我为着我受抹油的者必办光灯。我要互伊的对敌穿见笑的衫，总是因的免流，要甲伊的头壳顶发出光。以上。请信歌队来学老，伊要学老的诗歌是咱着来吟诗。
请科牧师来进导伊的题目是上帝的拣选。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是感恩节，咱的联合礼拜。伫今仔早起，上帝赏赐咱一个真好的天气，互咱伫即个上帝恩典的温暖内面，咱做伙来食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爸上帝伫你的面前，阮感谢你，你赏赐阮教业的恩典，你看顾阮过去的每一个年日，你由阮甲阮伫地。要继续扶持、保护阮行未来的路程。这个时刻，阮自知，阮上帝，你的话语真做阮的帮衬，阮所领受的真做别人的祝福。阮伫这个时刻恳求信心甲阮同在，阮将家己交伫你的手中，互阮甲你相拄，互阮领受你的祝福。阮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是诗篇132篇第1节到18节。这个诗篇是一首祈祷的诗，也是讲是代表一个祈祷以及懊恼的诗歌。这段经文是咧回想伫代表伊要迎接约柜转来到耶路撒冷的一个代志。这个中间。代表嘛，求上帝纪念伊过去所受的苦楚。代表为什么要将约柜刷转来耶路撒冷呢？这个故事记载伫撒母耳记下卷第6章的内面。伫迄个时刻，代表已经伫耶路撒冷城建立了伊家己所徛起的迄个宫殿。代表经过真侪年的战争，代表伫这中间受了真侪的苦，代表伫这几年内面，伊嘛互上帝扶持看顾。所以当伊伫耶路撒冷城建立这个会当徛起的厝体的时阵，伊想到上帝约柜，上帝约柜还阁伫外口。无法度进入到这个至圣的所在，所以代表想到这件代志，伊就开始竞选，差不多有3万人，准备要出发去迎接约柜，转来到耶路撒冷。伊过了真侪年，代表伊已经备办好啊，所以伊就带着一群人出发去到。约柜所在的这个地，伫这个过程中间，代表的心情应该是真激动，嘛是讲伊有一个心情，想要将上帝约柜迎接转来的这个，咱讲真欢喜的心。代表知影，这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互伊伫过去这几年来的试炼、的挑战。这个时刻，伊会当伫皇宫内面享受上帝所赐福的一切。所以，当约柜为阿比纳达的厝摕出来时阵，放伫伊所准备要来运这个约柜一台新造的车的顶面的时，我想在场的人心情应该拢真欢喜，咧期待这个旅程。要转来到耶路撒冷，所以代表着心内实在真欢喜。伊就甲所有的去到约柜这个所在的所有以色列百姓，伊所敬出遮的人，伫上帝面前用群、用色、用锣鼓、用真侪扫角，因真尽力来表达因欢喜的状态。今仔日，咱每一位兄弟坐伫咱的教会的礼拜堂内面。伫今年，咱嘛真特别，是教会130周年的时刻。咱回顾过去的历史，咱有起起落落，咱会当看到上帝伫咱每一个历史内面的每一个世代，其实拢有伊上帝
亲身的作为伫咧，咱也一点一点去算消上帝恩典的时，今仔日咱坐伫咱的先祖所建立的教会的内面，咱看到上帝应允甲祝福伫咱的中间，咱每一个人的身躯顶，拢有对上帝来也享受咱真大的祝福甲恩典伫咧。那呢？你会使回想一下无？这个时刻伫你的身躯顶，有甚物款的恩典伫咧呢？伫一年要过了，要到上尾啊！一年要到上尾时阵，咱咧庆祝，咱咧感谢，咱咧备办后个月的圣诞节的时阵，咱伫今仔日是用感恩节来感谢上帝。虽然感恩节毋是咱基督教传统的节期，这个感恩节是对美国早期移民因的节期。不过，伫今仔日，咱咧过感恩节的意义，甲过去迄个时代有了啊无共款。因为咱台湾的文化生活无共，咱伫教会内面的敬拜，咱伫咱每一个人所属的团契的生活内面，其实咱拢咧感谢上帝。过去对咱每一个时刻的看顾甲保守，我相信，伫咱每一个人生命的历程的中间，无论伫现在，你是伫一个顺境的内面，也是这个时刻你拄到一个恶担当、一个困难的时刻，咱拢会当将上帝互咱每一个人有的这个恩典、产业，咱会当对咱的内心献出。咱献就咱对上帝的感谢，所以咱若看到大卫为着迎接约柜，等于从阿宾哈达的厝内面刷出约柜的迄个时刻，伊准备要起行往耶路撒冷的时，伫经文内面记载，伊是真欢喜、真快乐。所以，咱这个时刻嘛，游玩，毋是干那这个时刻，咱的每一天，咱拢爱带着欢喜的心来表达出咱对上帝的恩典的感谢。上帝伫你、伫我的心内，11月第4礼拜的第拜4是感恩节，今年伫11月2號，所以咱有邀请众兄弟姊妹。咱亲像伫上帝内面做伙过年一样，虽然今年咱无法度办主餐，总是咱会当伫咱每一个厝内面，伫拜4迄天，搁落来即个拜4，咱伫厝内底做一个感谢的礼拜，做一个感谢的祭坛。无论你桌顶食的是真澎湃，也是真简单，咱会当分享互众兄弟姊妹知影。因为迄是表达咱对内心来向上帝所讲的感谢。无一定爱食火鸡、烤鸡嘛会使，无一定爱食烤鸡，食袂了食鸡腿嘛会使。总是迄一个心意。无论你厝内底的囝儿孙因伫倒位，你会使邀请因甲恁做伙，伫食饭桌仔顶。咱献上感谢，咱算消上帝的恩典。上帝听咱世间的每一个人，咱厝内底，咱彼此互相扶持。咱伫教会内面，咱是兄弟姊妹，咱有缘彼此互相扶持。上帝伫咱的中间，无论过去如何，上帝的恩典总是有够咱用。当咱每一个人，咱的生命领受着上帝的祝福了后，我相信咱就开始转变啦。所以，当咱每一个人也未真正明白上帝进前，咱有可能细汉就伫教会内面大汉，总是咱一定有迄个时刻，就是讲咱真正明白上帝的时刻。
不过，当你还未认捌上帝进前，上帝就已经拣选恁每一个人啊！上帝拣选你，无论是迄个时刻，你伫黑暗的风暴的中间，你看袂清头前的路的时，上帝依然甲你伫地咧听候你。当你愿意互上帝成做你的上帝，迄个时刻，光灯就伫你的眼前出现，就指引你头前的路站。你会成做军队耶稣基督的军队者。这个不是偶然的，不是突然间产生的。你会成做耶稣基督的军队者，这是上帝早就已经拣选恁每一个人啊！今仔日，咱邀请桃园更生团契少年之家的张金义牧师，伊要甲咱分享伊的生命是安怎改变。伫昨暝，因的大改乐团甲咱去见证。我毋知咱每一个人你的感觉是如何。不过今仔日，咱要请张金义牧师搁一届来到咱做伙。今仔日，伊是要分享伊家己的生命，所以我将以下的时间交予张金义牧师。伊可能会用华语，伊会讲了较认真，所以咱以语言的使用，请咱多多包涵。请张金义牧师。兄弟平安，真欢喜吼。有这个机会来遮分享，我嘛看到咱敬爱真久无看的地牧师甲师母吼，我想要在遮甲兄弟来分享吼，感恩节感恩吼，有啊时啊咱生命当中感恩有啊时啊甲感恩，毋知是感恩真啊，还是感恩过去，还是对未来吼，有啊时啊有上帝引带。咱此时此刻吼，就足感恩的。如果你真啊还有感觉心肝内吼无啥满足吼，哎呀，迄真正感恩就足歹讲的。我是出生第一个吼，8个兄弟姐妹家庭，在座我毋知影吼，咱兄弟有超过8个举手一下好无？哦，拢8个啦吼。7个、6个，为什么吼？咱要做见证，咱要问这吼？这吼安尼就较知影大家年岁头几岁啦，你知无？哦，对啦吼，即个人无人要生遐济吼。我较早是出生第一个哈，8个兄弟姊妹的一个家庭。较早人知影吼，较早叫做重男安怎？对啦吼。爸爸妈妈是讲我要生六个都是女儿哈，要再出生2个男孩子哈，来怎样子啊？传宗什么？对，较早的社会哦，传宗接代最重要吼。但是我感觉即个女权吼，已经吼愈来愈高升吼。我感觉即个吼，女权伫家庭内底吼，伫牧师我的家庭内底吼，女权真重要诶。我先要来讲这吼，我较早吼是出生伫阮爸爸妈妈就生6个姐姐，6个姐姐出生了后，想讲这无一个传宗接代哪会使？无想到吼，我就出生了一个哥哥吼。哥哥出生以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咱台湾人吼，唔莫讲台湾人哦，真侪世间上人拢安尼吼，生一个吼，敢无啥保险吼，再搁加生一个嘛吼。哎呀，无想到过2年后吼，牧师我搁出生啊！真趣味是吼，阮妈妈吼嘛真厉害哦，上帝哦，阮妈妈嘛真厉害，一个厉害所在吼。我从阮哥哥2个吼，差2岁，但是阮啥物知？阮2个是同月搁同日生的知？真厉害啊！真厉害吼！这咱就知影吼，咱有生个囡仔知吼，这。哎呀！但是呢，伫我出生的年当中，家庭变化，安怎变化？原本爸爸出去外口甲人做生意无想到我出生年吼，家境改变，做生意失败了吼，转来伫倒位转来伫台中啦吼，
所以我嘛台中人咧，最近大家可能拢看新闻我住台中，但是我车顶拢无棒球棍，你知无？我伫较早的过去当中细汉就是安尼伫生活，但是我发现讲人生有一个真重要我互大家看一下我较早的过去这是牧师较早过去啦，过去的我无想到，我定定伫一个所在，我毋知影啥物叫感恩。我敢知影一项，我自细汉敢知影一项，讲我无法度甲人比拼。安怎讲咧？我住咧海边我住咧海边住咧海边的时阵，较早细汉无烦无恼安怎无烦无恼？反正逐工就去海边佚佗嘛。海边有爱做工课，就去做工课安尼嘛。阮妈妈伊即个还家阮妈妈去帮我买上迄塑胶的透明的塑胶鞋塑胶的塑胶鞋足好用的，安怎好用？去海边会袂沉袂害，知影？有啊时爸爸佫会带去上街佫有一个鞋通穿，算袂歹伫阮迄个庄头算袂歹但是咧，伫我上国小的时阵，哎呀，我才发现讲，哎哟，原来我甲人无共款，安怎甲人无共款？我去遐学校读书的时阵，真欢喜啦！我定下咧讲感恩感恩这一寡小朋友真正感恩。较早细汉甲真正无共款。真正我真正囡仔读书你看佫有啥物导护老师指挥啦送到厝接到转来厝对无？较早细汉哪有安尼？较早细汉我会记得细汉时阵第一遍国小要去读书的时阵，妈妈就甲我讲。伊讲你注意人个滴迄柑仔色个帽你缀人行，你就会到学校我真正咧甲人行到学校你知无？但是咧，我到学校的时阵，我第一天我就目屎练过转来。安怎讲？我去的时阵，我发现讲，大家拢穿布鞋咧，哪会共我穿双鞋同学足热ठ的，同学讲，哎呦，你怎么穿那种鞋子？好恶心我就知讲我甲人无共款呢，因拢穿布鞋，我穿塑胶鞋呢。开始愈来愈自卑。我感觉讲，哎呦，我会去用乞笑。伫较早的社会，毋是讲较早，咱较早的社会我感觉嘛是真怀念较早啦。安怎讲？较早读书哎呦，真爱囡仔你看逐工写联络簿我看定有时老师佫真客气。较早无咱那个时代。毋知逐个人过记咧袂？老师拢炸藤条上课呢，有无？我今日来有一个目的啦我要互大家创造大家较过去真欢喜的时代的时光，你知无？我老师就歹的，你知无？我定了举迄藤条，无就是检查啥？检查卫生纸、手帕好啦，这拢有咧回应，这叫啥子？这个同温层，你知影无？好啦。结果伊知哎呦，一天无想到我迄个老师你看咱人就是我定咧想一点上帝是安尼，互咱人你的关卡、人生的功课有学着了后，你就感觉真感恩。你若去拄到一寡困难，拄到一寡瓶颈，你行袂过，人定定就会陷入一个所在，叫做苦读啦、埋怨啦，这真奇妙的代志咧。我较早行袂过，安怎行袂过？我感觉老师哪会安尼？安怎讲？定要检查一寡物件，老师足奇妙。老师爱检查人的话较早咱时常爱录报话，毋知有记得无？哎呀，结果有一天我你莫看木珠正180几公分，较早可能第一厝营养不良较早拢散散安尼细细汉拢坐第一排。老师摕迄藤条行到面头，啪！张经理。把你的鞋脱开，我要检查你的鞋我讲，哎呀，同学拢咧笑我上鞋老师，你叫我把鞋摕开，哪会是安尼？我当然是当作我无听的哎呦，老师哭咧，伊只鞋甲我摕开。较早咱咧买鞋拢伫安怎2支镜头刻落，你知有？较大双讲佫会大汉嘛，对无？较早人毋知咧想啥双鞋下身会穿头就爱单调，你知有？哎呀，我迄个老师啥鞋甲我摕，然后为桌顶甲我拼落去，叫你甲鞋摕开，你无想到你无听到哎呦，目屎淋淋过。为什么同学要取笑我？
为什么连老师你嘛要安尼甲我糟蹋？为什么心肝足多？有什么的？无法度。人生有时啊，就是安尼行。较早无像咱这样有教会啦，吼有牧师当鼓励吼，有兄弟鼓励无啦。较早哪有安尼？无安尼，结果无想到，哎哟，阮爸爸真厉害！阮爸爸重新开始的，伫我国小4年的时阵，哦，真厉害！伫阮厝的吼开一间干妈店，互阮妈妈顾干妈店。伫台中港，佮买2只鱼船啊！哦，嘿，牧师自迄阵开始的阵，行路拢有风，你知影无？吼，哎呀，但是啊，兄弟啊，人生有时啊，伫自卑的内底，就算讲你真富裕，你感觉你物质上提升啊，但是你的价值观你也无改变，无效啦，无路用啦。安怎讲？我人生开始，我感觉讲，我不爱互同学起笑，我开始拢想，较早啊，伫庄头有间干妈店，迄实在是，哇，不得了的呢。我开始将厝内底糖果、玩具安怎偷摕去送同学啊！我爱朋友啊，我爱友情啊，无大家拢看袂起我。但是吼，我发现一样代志，我国小4年我就学到啊，我感觉我人就现实嘞。哎呀，安怎现实？我有一遍真欢喜啊！我去摕玩具要去送同学的时阵，哎呀，无想到我另外一个同学炸的玩具比我较好，你知影？规大阵为遐走去啊！我讲，哎哟，人生啊，真现实。但是我有因为安尼改变无啊？人生啊，第了拄行起来行袂过关的时阵，第迄苦毒甲埋怨的时阵吼，行袂出来就是行袂出来。我要用更侪物质安怎，要来吸引较侪人来做我的朋友。人生拢有阶段呀，一直到我国中的时阵，我想讲我人生要改变啊，我过一个环境啊，哎呀，哪会知影吼？真啊回想起来，人生哪会人定咧讲的讲吼，较早无信耶稣吼，哪会奇怪一寡歹运拢伫我身躯顶，你知？安怎讲啊？我会记得迄阵吼，你就知影牧师是迄种吼，安尼，哇，即条迄种的，你知哦？迄也真啊医学吼检验出来，这后医生应该知影，迄个真正咧讲的 ADHD 啦。叫过动儿啦，坐袂调啊！去国中的阵，哎呀，同学甲我佚佗了后，伊甲我拍巴肚呢，啊，我着该抹目睭啊，对无？哎呀，哪会知影抹目个了？人开始啊，爸爸妈妈有来学校，囡仔带转的。阮爸爸妈妈拄好咧变经济，哪有通来学校？哎哟，你若有印象吼，较早定定咧训导处吼，后囡仔伫咧半蹲迄吼，迄就是牧师，你知影无？我心肝内开始。想一点代志，无公平。为什么爸爸妈妈来带转的就毋免等下半蹲？我爸爸妈妈无来带转，我伫遐半蹲互看。为什么啊？哎呀，心肝一直是为什么？无想到，伫我国中2年的阵，哎呀，佮拄着一个奇怪的代志。我真啊定咧想，讲我较早过去才行过真啊奇怪，那上帝我拄着这种奇怪的代志，安怎奇怪？哎哟，阮老师真歹的。我哥哥啊，第3年的阵已经挡袂牢，毕业了后就去外口教人开类啊，做罗马啊。哎哟，迄老师真歹的，老师伫我2年的阵就开始讲啊，规班的讲哦，我跟你们说，外面有一个流氓啊，就是张经义的哥哥啊，你们不要跟张经义这些人在一起，他们这些人爱赌博、爱喝酒，有没有听到？有没有听到？我是讲打去啊，绘画、读书人来好好讲要交朋友。啊，老师你安尼讲了，哪有人要甲我做朋友？啊，我来好好是要创啥？开始放弃。我感觉我的人生无啥愿望，人生就是安尼一日过，行过。无想到伫我国中3年的阵，哇，大变化！安怎大变化？我伫较早吼，我讲牧师我足爱水的，知影？啊，奇怪哦，所以哦，亲爱兄弟啊，上帝足奇妙。有阵时吼，你看迄保罗吼，上帝刻一支刺地啊吼。下尾也摕掉是安尼吼，有啊，像咱人生当中吼，你也感觉一项代志，你安尼就行袂过吼。兄弟啊，好啊吼，问上帝吼，到底是要学啥功课？我细汉就开始就爱水，无想到我伫国中3年的阵啊，佮拄了一项代志，什么代志？就是我人生当中我感觉足痛苦，安怎痛苦？阮兄哥迄阵啊，去买一台乌多摆，第外好甲人去佚佗了，敢袂歹呢。哎呀，买一台足有名的摩托车，叫做韦氏牌摩托车。哦，
这有咧点头的吼。啊，个迄美式的摩托车吼，迄个2块椅子啊吼，啊改做一块变成情人座，有无？情人座面顶去拍蜡，迄个笑的人吼，哎呀，好啦。结果你知影，我著透早起床，我徛出去佚佗啊，无想到，哎呀，哪会奇怪，足奇怪代志佫发生啊！我发生车祸，哎呀，头规个破坏去啊，弄啊破坏去。海口囡仔真勇啊，袂昏倒啊！结果无想到，大医大哥啊话，转下校，哎哟，国中3年长爱水啊！我想讲地顶啊无啊吼，啊无国中3年，牧师爱讲真坦白的话吼。我一个我隔壁迄个同学，女同学，你知无？哎哟，伊大概为我头前行过，你知无？我平常时心跳拢蹦蹦蹦，你知无？伊大概为我头前行过拢蹦蹦蹦蹦蹦，你知无？迄叫做小鹿，啥物你知无？即区的较厉害。哎哟，你知牧师的心肝就哎哟，遮捌着哪会使看到的？我地顶无啊，较早咱的教育是安怎？伫室内袂使地无啊，地无啊叫做无礼貌。我哪会上伫遐奇妙，佮互我拄着这样的一个老师，你看历史老师张经理把帽子脱掉，有没有听到？我想我才无爱。规拢疤痕吼，较早医疗，较早真啊无共款啊，真啊佫有啥物美容针，较早无啦。较早吼，安尼天的，敢订书针，甲伊订几排拢铁啊，你知无？够歹，我才不爱插伊咧，无啊伫咧。哎呦，老师，咱上课上来到边头前说，叫你甲无啊摕起来，你无听嘛？唰一个啊掠去，你知无？啊，牧师哦，无要去用哭的，我一个后落落去，你知无？哦。哎哟，兄弟啊，你莫后白笑，我就是叫阮这笑惊害死的。安怎讲？我人老师摸落去，听规班一直笑，我想，哦，莫老师大家好呢。惨啊！叫哥哥的朋友来安怎？来老学校拍老师啊！哦，拍老师行路开始拢有风啊，你知无？惨！行错路了后，要搁回头，无遐尼简单。亲爱兄弟啊！如果你也伫物质上一直要想要用为物质上去得到一个满足，真正伫遐好好来伫上帝面前去思考看卖啊！我袂晓做呢，愈来愈拄贵，这个我物质上的满足啊，无想到啊，伫我毕业了后，哪有法度？无我就甲人做工课，兄哥摕咧交经，来啦，斗3工啦。伫70年左右的阵，迄阵真流行啊，迄阵安非他命还无算毒品啊，叫我去送，拢爱送遐毒品。我奇怪，博缴就博缴，咱着去输这吼。啊，规定少年囡仔吼，好奇啊，簌簌的困袂去啦。兄哥倒来讲，啊，这暗嘛佫毋困，明仔载一寡小去处理你。我无法度困袂去，所以你无法度过来。我过来创啥？哎哟，哥手啊，你听下，迄树林锁甲缩落去，迄魔鬼贴咧住落去啊！哪惨！伊魔鬼住下了后，才是真正对我一生当中真大的影响。安怎影响？为好奇开始变做，伊毒针无住落去吼，都无亲像正常人。你看牧师啊，你拢较早拢无去解毒，有啊，哪会无解毒？大经病院、小经病院、针灸、催眠，哎哟，第台中啊，就有名哟。迄我听过，食糊啊解毒啊，哎哟，真正食甲规个拢，大家拢无正常啊。80年开始，要咧开始讲甲开始关，就是因为海洛因啊，就是魔鬼个提炼起来海洛因开始啊，无法度。关较要3年出来了后，第一天到底呢，我出来经过传起来，就过落去。无法度，我人生当中伫即安尼咧捆绑足侪。一直到尾啊，第一遍伫台中降压，第二遍伫嘉义降压，哎呀，出来了后无法度。我真回想起来，想讲我只爱带这个囡仔去学校去分享这个解毒，用生命的见证。为什么？因为我知影艰苦。你讲我牧师你拢无去解，我有啊。我讲啊，恁是大人啊，你袂艰苦，哪会袂艰苦？迄摕来毒针要注落去，妈妈伫窗仔边甲你画。你毋好搁住啊！你毋好搁住啊！你搁住啊会死。我嘛知影会死，啊，就无法度艰苦要安怎？迄支毒针摕来注落去，绝对毋是咧看电影讲足欢喜的，毋是安尼啊！
迄支毒针佫注落去，人变正常的阵，两个目屎练叫甲妈妈安尼相对看一下，是哭甲我就答应叫妈妈要解毒啊，是安怎我解袂开，是安怎解袂开。这就是咱定来圣经咧讲的，讲我嘛知影爱做好啊，做袂好。较早袂晓，较早袂晓即点，较早毋知影有啥物叫做信心，袂晓的啊。就第一，我又加甲第二遍，佫又加佫出来了后，哎呀，人生有来啥真过程当中就是安尼啦吼。我第一嘉义降高的阵，迄阵做文书，我摕到人生第一张的奖状，啥物奖状？我代表嘉义降南参加佛光山吼佛学会考吼。哎呦，我考到满分呢，你知影无？哎呦，我想，哦，我哪会遮自我的肯定安尼吼？开始感觉我嘛是真好的袂歹的囡仔，但是有用安尼我改变无啊？我出来了后，无偌久，规定啊，无改变，继续搁使用毒品，真痛苦的代志。一直到88年，无想到我原来毋捌接受过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信仰。互我伫即个机会当中，啊，无想到伫迄家遐，我88年，毒品将我改掉，我连用一个消炎药仔都无诶。上帝吼真奇妙呢，但是嘛，拄着迄个牧师嘛真厉害啦。我伫遐闹啊，伫遐乱啊，迄个牧师哦真歹诶，迄个牧师若叫人甲关火柜内底呢，真正诶代志啊。无想到伫迄家遐阵，我较早拢感觉讲，所有代志拢别人诶毋对，哪有我家是我毋对诶？你亏欠我，你嘛亏欠我，你嘛亏欠我。当我开始咧流目屎的时阵，我开始想讲，哪会安尼？一世人哪会行到安尼？你莫看到安尼，牧师安尼，牧师啊，生做应该嘛是会使的啦吼，像有人形啦吼。但是较早我连我家己看，我拢无介意我家己，真讨厌家己啊！规身躯烂鼓鼓，足可怜，足可怜的，我想要解袂开。无想到，伫迄家遐有一天，我开始咧流目屎的时阵，我讲啊有，因甲我讲的创造有除万物的所有的主宰上帝，你也真正存在，你搁互我生命好无？我啥物拢无爱，我真正啥物拢无爱啊！无想到我安尼的一个呼求，为迄家遐，我目睭一开，互我醒起来了后，88年到今啊。莫讲用毒品哦，我绝对无去用无大件，我连喙粉我都无可以食。人生就是安尼来，无想到开始，我感觉讲我的人生我要改变，我要无共款，安尼无共款。我较早要伫位身躯顶得到啥物，得到啥物，开始当我有这个信仰的时阵，我甲上帝祈求一项代志，上帝我会当为别人做啥物？当我安尼想的时阵，敢拢无共款的代志拢开始来啊！第一个稳定，什么稳定？哎呦，阮阵有一个哦，戒毒所有一个辅导，有一个女辅导，吼，迄我人生的第二个小鹿乱撞的，你知影无？结果吼，上帝吼牧师有一个真大的恩赐，我甲辅导开来，你知影无？迄就是我真爱太太啦。结果无想到，我看到阮太太，阮太太是原住民。我说哪遮单纯呢？甲你讲啥拢要信？世界上哪有即种人遮单纯的？你知？伊是第3代的基督徒。我说奇怪，单纯甲哪会奇怪？这种人我著伫世间上生存，我足奇怪的，你知？结果无想到，第一伊的鼓励，第上帝因带了后，阮两个开始读神学院，无想到第90年的阵，伫做这个少年之家。我90年到97年，迄阵哦，加我参阮太太两个人。真啊吼，差不多有40个同工，参我咧做这项代志，做啥物？外口有300个为少年干到出来，爱关怀因的囡仔。我顶年总共有685个为干到出来少年囡仔家庭去关怀。另外吼，我原本是参阮太太带12个囡仔，伊甲真啊带32个。另外我阁有一个培育计划，吼有一个快餐车，做咱这老口有做一个烘焙。阁有乐团，阮店也去学校。我感觉人生当中无共款，我若无共款。当我开始想讲，上帝啊，请你予我有机会，我会当为别人做啥物时阵，我的人生真正拢无共款。有啥物？我定下咧讲，恁两人问讲，牧师恁来，我带这个囡仔吼，
真正是疫情啊，无疫情，我一年走120几场呢，2工3工就爱去走一遍学校，安怎哪想要走学校？感动啊！大概就出来这个囡仔，你莫看这个囡仔真感动，昨后伫遮听就知影，对无？爸爸妈妈离婚，妈妈离开了后，无想到爸爸佫带一个继母来，继母带一个大兄来，开始甲因虐待啊，甲因拍无大紧啊，连一个小妹小儿麻痹小妹慢慢甲侵犯，无想到迄两个囡仔跪咧求讲哥哥你莫安尼，哥哥才去摕一杯尿来讲，你尿啉咧，我就原谅恁。因杯尿啉的了后，讲牧师毋是结束呢，愈开始，逐工安尼来。讲你也伫种家庭，你敢要带种家庭？我毋敢甲伊回答。但是有耶稣了，无共款，学啥物？学原谅啊，学饶恕啊，这拢是真实的代志呢。伊咧讲迄饶恕的迄个过程了后，我听我感觉真感动，安那真感动。伊讲牧师为什么祷告？我说怎样子？要回去吃年夜饭。我说你们就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回去吃啊。他说不是啊，牧师，我们长大了啊，看到以前欺负我们那个大哥哥，我们会受不了啊。我说如果你有上帝，试试看。8点多暗时8点外打电话我，流目屎，我惊到要害。我哎呦，少年啊，你是做什么冲动的代志？伊讲牧师，你不要紧张，你不用担心。他说我们回去按门铃的时候，没想到出来开门呢，就是那个以前欺负我们的哥哥。我们一踏入玄关，那个哥哥马上跪下来，弟，对不起，我以前怎么这样伤害你？他说我们本来就是学原谅呢，牧师真的有上帝，有上帝。我说怎么？他说我们都跪下来就抱着他，第一次真心的叫他哥哥。阮去好好做就做安尼代志。人生当中，在这要为主做一个见证。自从我开始行上帝，予我有一个机会的路，我感觉我的人生足侪物件拢无共款，安怎无共款？我开始希望讲我会当做啥物，开始无够业，安怎？你看较早哪有会读书，袂晓读书啊？开始去读书。新学院读硕士了后，少年之家政府讲我的资格无够，去读空中大学。空中大学读了后，我伫6年前，佮去想讲好啦，啊无来学看政策吼安怎做吼，啊有一寡较理想的吼，照顾即阵囡仔。哎呀，上帝予我一个真大的荣誉，安怎荣誉？你莫看牧师安尼呢，牧师。较早细汉吼，袂晓读册吼，信耶稣了后就会晓读册呢。我即甲你讲正经的呢，我6年前啊，9月去读研究所，去考研究所，台北大学甲研制大学我拢有考着呢。9月我去读研制大学啦。安怎讲你知无？迄年吼，研制大学吼，录取50名的研究生，歹势啦，拄啊牧师摕着榜首，你知影？第1名，领奖学金的啦。哎，我感觉讲，上帝予我有机会，当我家己愿意要互上帝使用的时阵，人生无共款。我嘛看到真正，咱定讲要传福音，兄弟啊，搁较大的年纪，只要你愿意，绝对会使。会使啥物？从你的经历，这个囡仔才爱传我去。我去传福音的真侪，我昨讲真侪故事去学校，啊，去讲真侪故事。咱即个人的人生足奇妙的，安怎奇妙？我去学校的阵，逐场听到囡仔讲了，我拢会叫因起来讲，逐场囡仔流目屎，安怎流目屎？我去逢甲大学硕士班，读到硕士啊，已经2年的，听了，我讲你敢要出来分享？我看伊咧流目屎，伊出来了流目屎。牧师，大家一团的弟弟，谢谢你们。我讲啥物代志？我讲恁真勇敢，我家己拢行袂出来。我今日要做一项无共款的代志。我讲啥物代志？我讲伊讲伊吼，高中的年啊，读书啊，真好的学校啊。爸爸开火车要去甲伊接，爱民主啦。甲因爸爸讲，爸爸，你车会当停伫后壁遐等我好无？遮车真多。伊讲其实是我爱民主。我感觉真见笑，同学爸爸拢开轿车，阮爸爸开火车。
哪讲哪流目屎。他讲啥？牧师，阮爸爸载我3年，毋捌怨叹半句。我现在已经宿主2年啊，我连一句爸爸谢谢我都毋捌甲伊讲过。我讲感谢牧师甲大概一团来，你予我的人生无共款。这拢是真人真事。我去甲一个大学，有200几个准备出来教育系要做老师的，其中一个出来目屎一直流。伊讲牧师大概一团，谢谢你们。我讲怎么了？他讲我差一点误人子弟。他说我要当老师的人，我台北人，我故意选南部的学校，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爸爸为什么比较疼哥哥不疼我，我要逃避他们。他说我真的很难过，还好你们来，不然我马上要当老师了。我说怎么了？他说我上礼拜回去的时候，故意要让我爸爸妈妈痛苦。我出去外面到3点多才回来，没想到我爸爸妈妈一样在客厅等我。他说我怎么会那么蠢？就为了一个爸爸妈妈比较疼哥哥，比较不疼我，我那个心结就那里。如果还好今天你们来，如果我把这种心态带到学校，我会教出怎样的学生呢？谢谢你们。我想有足多见证啦，吼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希望牧师今日伫这个遮有一寡分享，咱大家互相勉励啦，吼啊，我嘛看到少年之家这个囡仔，真正是无简单，一个哦，拄啊我几个来，今日来我昨毋来啊。今日因家己佫来，我讲来你要创啥？伊讲阮嘛要来做礼拜，我讲好啦，吼。我感觉在即个社会当中，我定带即阵囡仔，我看到即阵囡仔真正开始一个拢无共款，啊为阮祈祷。我吼平均一年哦，他拢受岁20个呢。少年之家囡仔来吼，拢进入了开始哦，啊认捌耶稣，啊进入教会，我拢鼓励因讲去，啊去共讲啥？讲你家己有经历到信心的帮助，当咱心肝内也有信心的一个运作了后，你就会想去共讲。吼，请主帮助，啊也兄弟也共鼓励一下，吼，互我从太太甲即阵囡仔吼，会当顾搁较侪囡仔，互这囡仔将来吼为主做见证。感谢主，今日的见证分享到这，谢谢。咱做伙来祈祷，咱嘛同心为着张志英牧师以及大改乐团少年之家，咱为因来祈祷，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你听从阮，看顾阮，愿你的信心甲即阵囡仔做伙。即马即阵囡仔大汉，因领受着上帝你的听从，因的性命得到改变，因阁愿意转去到少年之家内面。去照顾即马现主时遮个小弟小妹，愿你小主因有教遐的快乐伫因的中间，互因的生命见证，嘛帮助遮个青少年因的生命得到改变，互因当倚靠你，互因继续按照上帝你所插的标向前来跑走，互因传扬福音的时阵。有快乐，有能力，愿主祝福因，祝福即个机构，会当成做即个世代的祝福。愿咱的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吟诗俄罗上帝，信诗第618首，信诗第618首，咱着信靠上帝，咱着信靠上帝，坚持向前无退，深信毋茫靠主来行。一切工作会成，
行行去，咱着去出去，毋茫袂得乃记。上帝知咱一切苦难，怜悯体贴帮助，请大家起立吟全首。请坐，这是咱来奉献。
请坐。咱真感谢桃园少年之家张牧师来到阮的当中来见证甲分享，由我来代表教会向伊说多谢。这是我来报告。报告的大臣，请大家掀开周报的第2面，咱来读今仔日的经句。咱来读2遍。我要予伊的美牛奉献，我要予伊的正面，予伊的送向人到夜，诗篇132篇15节。我要予伊的美牛奉献。我要用正面，予伊的送向人到遐，诗篇132篇15节。报告后礼拜的圣诞分工，领唱是潘美妍长老，司礼是张文玲长老，司琴是潘秀丽姊妹。献诗是信歌队，书献是徐家韵执事跟郑仁娇执事，招待是郑仁娇执事、陈天恩弟兄、王丽珠姐妹，音控是李承勋弟兄跟施浩轩弟兄。拜三查经祈祷会。主礼是徐家韵执事，司会是郑仁娇执事，伊的题目是为经历历史的主。经文是约翰福音18章30到37节。后礼拜主礼是黄传道。圣经是路加福音16章11节到13节。请大家掀开第6面。今仔日第一件事是感恩节礼拜。阮邀请桃园少年之家张牧师来见证分享。请大家继续关心代祷甲奉献。第2项，本周日礼拜了后11点，伫咧会议室要召开普测检查，请要参加的人准时。第3项，主日礼拜了后下晡1点，要伫咧会议室召开圣诞节筹备会。请总计同工参加。第4项，大家看。第5项，每年度的时间研讨会，11月27日，礼拜6上午9点到下晡4点。要举行每年度的时间研讨会，请总职团结会长同工参加。第6项，圣诞节活动通知，请大家家去看。第7项，献花的通知，为明年度开始，咱的献花1礼拜是2节，本来是3节，即摆变成2节，一个是500块，请今年还未奉献的献花还未奉献的兄弟，请以年底之前奉献。第8项，教会要伫咧12月19日，教会要安排家庭的翕相，请兄弟与
兄弟来参加。好，补充报告吼。第8点的第一小点，第8点的第一小点就是我们在130周年，我们在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你的家庭，不论是照片或文字。然后在我们130周年的筹备小组里面，我们收到的件数不够多，那所以我们就在思考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在12月19号圣诞节赞美礼拜结束之后，教会这边会派人在2个地方，第一个在我们现在的礼拜堂，第二个在户外，为你们家庭来拍照。好，那所以我们还有一些时间，你可以邀请你的家人。你的小孩、孙，那都可以在12月19号，我们礼拜结束之后，我们一起为你们拍照。那为你们拍照的照片，就会成我们130周年筹备小组所要介绍各位家庭的其中的照片的一部分哈。那邀请你们从今天回去之后，就可以邀请你们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你们的家人、小孩、孙子。在12月19号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拍照，这个部分也是为今年130周年每个家庭留下一个纪念。好，这是补充报告的部分，谢谢。好，今仔日有新来无？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只是来介绍，这个主日是感恩节吼，真欢迎有几位新来的朋友啊！我即摆会做简单的介绍。第一个是黄如碧姐妹，谢谢。好，真欢迎。好啦，之前伊进前是伫东门教会聚会啊，以后有可能啦吼，因为住伫咱附近，可能就会定定来咱教会，甲咱做伙来聚会。卢碧姐很欢迎你哦，足欢迎的，欢迎你继续来。好，第一位啊，第二位朱锦花姐妹，锦花，好，真欢迎。伊是住伫兴隆路，啊，伊即马毋是基督徒啊，今嘛有即个真好的机会来遮听到张牧师的分享，啊。愿意进一步来了解这个信仰大家嘛会使找时间甲伊来交陪很欢迎哦，锦花姐很欢迎。好，过来这去洗手间啦安尼我要安怎介绍？好要紧，大家若看到无熟悉就讲，请问你今敢第一届来有机会会使甲你熟悉无？我即摆人无伫个，我无法度迄落好，真欢迎，佫有2位啦，有一个是兄弟是，嘛是有代志先走安尼，好，真欢迎，很欢迎大家，以上。咱佫一届欢迎大改乐团今仔有伫咱中间，咱昨有一寡拢无看到伊，咱今仔星期日，我们一样欢迎你们。请坐。好，马弁诗成员396首，打马线会求主赐福。唱了听牧师来祝祷。
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所施落的怜悯甲疼痛，圣神所带来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伫地对一碟到永世代无煞。阿门。好，请坐。即摆咱来吟咱教会130周年的纪念歌《信心跟随》。
咱互相请安。第一楼有大改乐团因所带来遮的纪念义卖吼，所以咱会当去甲因协助。